观光客拖卡网心情super不理想，来到屏东东流线码头，准备要去小琉球耍，不过必须要先经过停车这关。这台客运车为了载客占挂车道，警察车就挡在伊后壁，赶快驾驶歹势甲紧甲车驶走。可来到码头头前，上少3台车趴伫咧黄线，警察过开单。东港东流线码头人真多，搁我花桥市场边啊，真侪人为着方便，凊彩黑白插车，甚至个团主有人因为安尼总伫咧冤家，甲客运车驾驶卡搞过去。自小客车起始后，前轮压到康姓计程车司机的右脚，引发康姓民众不满。由于现场为禁止临时停车处所，警方将视违规情节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，针对违规车辆进行举发。小巷的情形，台南目区来看这间高中的门口，规排拢是违规停车，占用机车道，算的超过13台。比较危险，就是为了要闪那些停在路边的车子，可能会跟后方的汽车没有注意到会撞到。回到现场，机车都已经无人插车，好好卖加强宣导。透过我们的群组，然后来转知我们各班的导师，来转知给我们学生的家长。民众办断找停车格啊，占用机车道，警察讲哪抓到得开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